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10月29日，歡迎嚟到英國時事20分鐘。依家一齊睇下英國剛啱有咩新聞。首先係獨立報網站嘅消息。第一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英國國際發展委員會警告，英國削減援助嘅做法係個悲劇性錯誤，將會令國家安全面臨風險。第二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英國內政大臣林德偉 David Lammy 宣布，將對英國出現嘅性罪犯錯放事件展開獨立調查。事件揭示英國監獄嘅人手壓力。第三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西倫敦 Uxbridge 發生嘅三屍命案，據報一名正在留苟嘅市民遇害，事件令人震驚，警方正調查疑犯同受害者之間嘅關係。第四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倫敦 Upton Park 發生化學品洩漏事件，一名1歲幼童死亡，事件原因仍在調查，當局已疏散附近居民。第五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英國中東事務大臣表示，前首相托尼布萊爾 Tony Blair 應參與加沙和平協議嘅管理，並強調援助嘅重要性。第六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哈里王子 Prince Harry 同梅根喺倫敦 Frogmore Cottage 嘅前居所正進行裝修，或為安德魯王子 Prince Andrew 搬遷作準備。第七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英國財相李允晴 Rachel Reeves 面臨房屋建築商嘅警告，指政府難以達到喺10年內興建150萬間房屋嘅目標。第八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大衛艾登堡爵士 Sir David Attenborough 支持一項3000萬英鎊嘅競標，以收購 Northumberland 郡嘅 Wharfe 莊園，以保護自然生態。第九則新聞，獨立報報道，肯特郡 Kent 嘅 Big Cat Sanctuary 一隻老虎、一隻獵豹同埋一隻雲豹出現健康問題，需接受專業掃描檢查。跟住到每日郵報網站嘅消息。第10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牙買加 Jamaica 宣布進入災難狀態，颶風 Melissa 重創該國，造成破壞，數萬遊客滯留。第11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英國警方打擊偷車集團，在薩福克郡菲力斯道港查獲被盜車輛，總值逾230萬英鎊，涉及杜拜、莫斯科等地點。第12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倫敦性侵犯者海巴圖獲釋後被遣返，內政大臣馬曼婷表示，相關事件唔應該發生，對受害兒童表示憤慨。第13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英國學生設計嘅電熱器，聲稱使用永動加熱回路，成本比傳統取暖方法低90%。第14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法拉奇呼籲英國脫離歐洲人權公約，聲稱此舉可以攞回邊境控制權，並譴責公約削弱咗英國遣返非法移民嘅能力。第15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英國財相李允晴暗示或削減養老金免稅額，令退休人士感到憂慮，擔心會影響退休規劃。第16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維多利亞碧咸，女人要真係撲街先會同我相處唔嚟，暗示同大仔布魯克林及其妻子關係疏遠。第17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薩拉弗格森被英國獨立電視台 ITV 拋棄，因醜聞事件影響其事業發展。第18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專家促請拳擊手出身嘅安東尼霍勒停止宣傳其產品，但前足球員們繼續為 Supreme CBD 公司賣力宣傳。第19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英國少女庫利恩喺格魯吉亞 Georgia 涉嫌販毒，家人支付14萬英鎊罰款，仍面臨2年監禁，將尋求總統赦免。第20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英國記者表示，皇室開始明白公眾對安德魯王子嘅憤怒，暗示皇室中意識到其行為唔被大眾接受。第21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道，
英國樓市，喺英國買樓有着數，地產專家教你揾筍盤，但買家宜留意樓市嘅發展。第22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倫敦 Tower Hamlets 示威，市民抗議 UKIP， 期間有商人派發面罩，引發爭議。第23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溫莎堡 Windsor Castle， 英格蘭板球傳奇人物詹姆斯安德森 James Anderson 獲頒爵士勳章。第24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內政大臣馬曼廷 Shabana Mahmood 宣布喺英國逮捕咗8000名非法勞工，但只驅逐咗1000人。第25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財相李允晴 Rachel Reeves 面對500億英鎊嘅財政赤字，或被迫打破不增稅承諾。第26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伯明翰劫案，歹徒假冒警察喺 College Road 搶劫一名男子，搶走咗佢嘅手錶。第27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牙買加 Jamaica 颶風 Melissa 變成強勁風暴，科學家指同氣候變化有關。第28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移民案例阿爾巴尼亞 Albania 難民26年前欺騙官員，最終贏得居留權。第29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樓市，房產專家 Kirsty Allsop 警告，英國政府嘅豪宅稅或會摧毀樓市同埋經濟。第30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演員 Prunella Scales 逝世，享年93歲，生前於倫敦 Wandsworth Common 嘅住所安詳離世。第31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喜劇演員 Prunella Scales 逝世，享年93歲，其飾演40 Towers 中 Sybil 40嘅角色深入民心。第32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首相司紀賢 Keir Starmer 承諾削減福利開支，以協助失業青年重返工作崗位，但未有透露具體措施。第33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2023年7月 Kent 郡 Rochester 發生致命意外，退休皇家工程師 James Blackwood 被 e-bike 撞倒身亡，涉案司機認罪。第34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調查顯示倫敦塔 Tower of London 係全國最猛鬼嘅地方，其次係 Hampton Court Palace。調查亦顯示英國人普遍相信鬼神。第35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一名男子 Gerald Sarah 因冒充8名阿爾巴尼亞兒童嘅父親，企圖協助佢哋獲取英國公民身份而被判入獄。第36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 Walsall 發生種族歧視性強姦及搶劫案，一名32歲男子 John Ashby 被控告，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。第37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 Burnham Market 一名 City 投資者計劃拆除前議會房屋，興建豪華度假屋，引起鄰居不滿。第38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商界警告企業無法承受更多加稅，並指李允晴 Rachel Reeves 面臨500億英鎊財政赤字。第39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預計到2032年，獨居人口將增至857萬，佔英格蘭家庭總數嘅1/3。第40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廣播公司 Broadcaster 主持 Kate Galloway 表示，參與 Celebrity Traitors 節目有助佢開始新嘅生活，以及減輕咗對過往幾年嘅擔憂。而佢嘅丈夫 Derek 因感染新冠病毒喺2024年1月逝世。第41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政府推出租客權益法案，針對英格蘭嘅租客加強咗保護，包括限制驅逐租客嘅方式，以及對業主提出新要求。但呢個法案可能要等大約6個月先生效。第42則新聞，每日郵報報導，前英國皇家輕騎兵中士 Simon Taylor 因喺阿富汗 Afghanistan 嘅爆炸中受傷後，
轉行做教師，承認與學生發生性關係，將面臨監禁。事件發生喺諾福克郡 Norfolk 嘅 Hethersett Academy。第43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颶風 Melissa 重創牙買加 Jamaica， 導致25萬遊客滯留。古巴 Cuba 超過73萬人緊急撤離。牙買加 Jamaica 同古巴 Cuba 嘅災後重建工作預計需要數星期時間。第44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美國密歇根州 Michigan 皇家橡樹 Royal Oak 一名35歲女子 Samantha Ray Boot 被控謀殺83歲嘅 David Ong。David Ong 係 Boot 嘅僱主，亦係一名祖父。第45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一名狗主喺英國北安普頓 Northampton， 因為冇帶膠袋，即使佢嘅狗冇喺行人路上便便，都被罰款100英鎊。而英國其他地方都出現咗類似嘅罰款事件。第46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藥廠 GSK 嘅行政總裁 Emma Walmsley 卸任前，公司第三季度嘅 HIV 同癌症藥物銷售額激增，令全年盈利預期上調。Luke Miel 將接任並承擔業務挑戰。第47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零售巨頭 Next 業績理想，宣布派特別股息，股價上升，預計盈利增長。第48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車貸醜聞或重創經濟， Santander 警告 FCA 嘅賠償方案或影響就業及增長。第49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置業指南，倫敦業主諮詢51年樓齡單位是否值得購入？專家建議。第50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倫敦泊車及巴士線罰款急升，1年收益超10億英鎊。AA 批評係斂財。第51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英國髮型師警告，除非政府援助，否則行業將面臨崩潰，促請李允晴 Rachel Reeves 介入。第52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調查，英國2成民眾願交由 AI 管理財務，年輕人更信任 AI， 擔憂安全問題。第53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 Alex Brummer 巴克萊 Barclays 收購 Best Egg， 重返美國市場。第54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物業問答高昂服務費會否令按揭申請受阻？專家 David Hollingworth 解答。第55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鄰居狗吠聲擾民，可採取法律行動嗎？ Dean Dunham 回應，先禮後兵。第56則新聞。每日郵報報導，賣樓稅務問題，業主欲以折扣價出售物業俾租客，稅務專家解答相關稅務問題。跟住到鏡報網站嘅消息。第57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改革黨法拉奇 Nigel Farage 嘅福利改革方案被工黨批評為瓦解，計劃削減焦慮症患者嘅福利金。第58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北倫敦 North London 居民 Paul Angus 因腳趾受傷確診骨癌，自2024年5月起經歷，呼籲關注早期症狀。第59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氣象局 Met Office 發出天氣警告，預計10月30日將有惡劣天氣，或導致交通延誤。第60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劍橋 Cambridge Addenbrooke's 醫院未能阻止 Codip Store 醫生對兒童進行嘅手術失誤，事件涉及32個疏忽。第61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 NHS 提醒市民關注視力問題，特別係佩戴眼鏡或隱形眼鏡人士，警惕常見嘅散光同圓錐角膜。第62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 Baby P 嘅母親 Tracy Connolly 申請假釋被延遲，因專家需更多資料評估其對公眾嘅風險，聆訊延至明年3月。第63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 NHS 喺急症室進行嘅隨機血液檢測發現，有數千人未確診 HIV，
政府致力於2030年前終止新嘅 HIV 傳播。第64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托特納姆熱刺 Tottenham 嘅 Archie Gray 因傷缺陣，成為第10位受傷嘅球員。熱刺將喺聯賽盃迎戰紐卡素 Newcastle。第65則新聞。鏡報報導 ，Jeff Foreland 將背痛誤以為係年老徵兆，3星期後離世。其妻分享故事，呼籲關注胰腺癌早期症狀。第66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推出免費緊急避孕藥 NHS 改革，令婦女更容易獲得緊急避孕。呢項措施係對婦女嘅重大勝利。第67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媽媽為在印尼 Indonesia 因飲用假酒而喪生嘅女兒發聲，呼籲政府修改旅遊指引，提醒國民警惕。第68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皇室專家指，英女王孫女碧翠絲公主 Princess Beatrice 同尤金尼公主 Princess Eugenie 需喺公眾面前保持形象，以免受到父母醜聞牽連。第69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格蘭球星阿諾特 Trent Alexander-Arnold 為受颶風梅麗莎重創嘅牙買加 Jamaica 祈禱並發聲支援，呼籲各界關注。第70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美國 USA 女子 Marcy Oglesby 謀殺男友，使用眼藥水落毒，被判入獄50年，結束咗呢場令人髮指嘅謀殺案。第71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德國 Germany 男子6個月後先知中咗1340萬英鎊 13.4 meters 嘅彩票，錯失咗第一時間領獎嘅機會，令人哭笑不得。第72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澳洲 Australia 青年遭人潑汽油點火，據悉事件涉及家族仇殺，受害者身體2/3面積燒傷，情況危。第73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曼聯 Manchester United 球員卡斯米路 Casemiro 喺更衣室扮演 Uncle Cas 嘅角色備受讚賞，喺球隊內嘅影響力日益增加。第74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蘇格蘭男子喺家中遇襲，面部被刀割傷，傷勢嚴重，警方介入調查，2名疑犯被捕，案件涉及搶劫同襲擊。第75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前威廉士 Williams 車隊副領隊克萊爾威廉士 Claire Williams 或考慮從政，有意參加英國大選。第76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研究顯示，英國人重視體驗多過儲蓄，千禧世代最鍾意享受生活，而 Gen Z 儲蓄意識最強。第77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委內瑞拉 Venezuela 惡名昭彰嘅食人魔多 Yungel Vargas 自1995年起犯下多宗謀殺案，包括喺監獄內殺害囚犯並食用屍體，其殘忍罪行震驚全球。第78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多地料迎來暴雪，蘇格蘭高地 Highlands 一帶或出現每小時10厘米嘅降雪量，惡劣天氣持續，民眾需留意最新天氣預報。第79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清潔專家教路，英國清潔專家 Anne Russell 建議使用烤箱清潔劑，輕鬆清除玻璃或陶瓷煮食爐上嘅頑固焦跡，唔傷表面，清潔效果顯著。第80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黑池 Blackpool 市議會舉措讓悲劇，當地居民 Alistair Taylor 因市議會嘅強制收購令其生意同居所受損，精神崩潰後自殺身亡。第81則新聞。鏡報報導，英國女 Jade Stips 誤將價值約1000磅嘅金手鐲捐咗俾慈善機構，事後發現頓感沮喪，懊悔不已。以上內容只係新聞標題，因為可能會有版權問題，我哋冇辦法提供每則新聞嘅詳細內容。多謝大家收睇點聽點講頻道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